美国要甲台湾扣32%的关税，对咱的电子产业、机械业造成影响。由经济系教授指出讲，这届关税政策可能会造成咱国内失业也有通货膨胀的问题。也有观光系教授是认为讲，台湾的旅游业将有可能会出现长期衰退情形。台北股市开盘，规片车顺顺，互投资人真烦恼。4月初三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顶关税，引起全球市场不安。台湾面对32%的高关税，这对台湾出口产业影响真大，尤其是出口量上大的电子业、机械业，可能会因为成本悬、订单减少、出口量减少，去影响到相关的产业，造成这产业劳工失业，也是爱放无薪假。讲到工课的部分，当然，因为因的关税若扣关，咱的工课出口减少，工课就有可能会减少嘛。所以政府就爱先提出一寡措施来，互咱的民众有法度心安讲政府有咧甲你斗相共。有观光系教授也分析，未来观光产业有可能会受到打击，不管是入境也是出境，拢会受到真大影响。经济歹就会减少观光的开销，除了国内旅游会受影响，学者也分析，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游客嘛会大量减少，因为平常时介意来台湾的国家，也是这届关税重灾区的国家。我们主要的来台的国家，就是一个是东北亚，一个是东南亚嘛。事实上包括那个欧美也都有影响，因为像日韩，它的关税也24%，其实他们也很伤脑筋啦。根据观光署的统计，去年拢总有785万的外国游客。学者表示，自本按算今年会增加国际观光客，加出78万人次。不过，按照这个办势来看，未来台湾的观光产业恐惊也因为川普的高关税政策受到影响倒退路，业者和政府可能拢要面对重大的挑战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